我廿幾歲咧已經有成88度近視，呢幾十年咧仲成日睇電腦同埋睇文件。我有60幾歲，隻眼都冇乜事。我相信係因為近10幾年咧，幾乎每日都有沖杞子飲有關，其中咧仲有好大嘅學問嘅。杞子清肝明目咧，好多人都知，但係點解呢？同埋有咩根據呢？幾年前咧，香港大學醫學院就做咗一個杞子嘅長期研究，發現杞子除咗可以保護視網膜上嘅視覺神經，預防青光眼，亦都可以防止咧大腦嘅細胞凋亡，預防咧係腦退化症。點解杞子有咁好嘅效果呢？因為當視覺神經退化嘅時候咧，壞蛋白就會發放一啲不良嘅信號，令到咧細胞自毀嘅。而杞子嘅提取劑咧，除咗可以阻止呢啲壞細胞傳達信息，更加可以發放良好嘅信息，保持神經細胞生存，或者咧係替補壞死嘅細胞，轉危為機。嗱，講到杞子咁叻，咁多份量啱先有用㗎。有人話煲湯最好，我請教中醫，佢哋話煲湯咧，其實個功效未必咁大。要杞子嘅成分能夠出到嚟咧，其實起碼都要讀幾個鐘頭嘅。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，而家我即刻俾大家睇下咧，我整幾個鐘頭之後，我製成品係點樣嘅嚇，大家可以睇睇啦。大家記得咧，如果你飲嗰時咧，要連渣都食埋。港大研究建議市民每日咧係攝取量為20到40粒，但係服用薄血丸嘅人士咧，食之前要問下醫生。最後講下點樣揀杞子啦。見到杞子兩邊咧係白色嘅咧，就應該係冇染色嘅，係好嘢。但係都係最好揾有信譽嘅商鋪或者大學嘅中藥部買咧，就比較有保證嘅。